开卡后，今天我们这支影片是要跟大家介绍，在日照中心常常会用到跟晨间问候有关的一些客语对话。大家早，先生早，看到大家嘅精神安好，爱当欢喜。早晨来到这边，早地看到大家，俺们当欢喜。平每日早晨到嘅时间比平常慢加10分钟，系唔系路上堵到乜嘅呢？係啊，頭下經過學校門口嘅時間當測查，所以將會慢10分鐘。堵到測查，愛慢慢嘅事，安全最重要。大家是走忙，有咧，我試過咧。是走又是到乜嘅？我早晨是饅頭放口呢。我睡着來，配什麼？還配一啲醬菜。阿爸妹因為要高血壓，要到醬菜太鹹，唔好食太多，就唔會影響你嘅血壓。好，什麼嘢提醒我會注意？等下先留意量血壓，看有影響冇？俺先坐天台上樓。好。入教室後，愛先報到，請大家簽出自己名牌，攞名牌掛起來。好，我簽到我嘅名牌咧。哇，阿爸很強哦，一下子簽到自己名牌。看完了以上影片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练习在这个情境中会用到的实用例句。先来学习4线腔调。早晨，接驳车抵达日照中心门口，照护员会亲切地问候学员，关心大家的行车安全，会说：遇到塞车要慢慢开车，安全最重要。堵到測查可以慢慢的駛，安全最重要。堵到測查可以慢慢的駛，安全最重要。照服员关心学员吃早餐的状况，会问学员：早餐吃了些什么呢？是粥又是豆麻街？是粥又是豆麻街？如果日照中心在楼上，需要搭电梯，照服员会说：我们先坐电梯上楼。你先坐天台上樓。你先坐天台上樓。照服员提醒学员每日的报到程序会说：进教室后要先报到。入教室後可以先報到。入教室後可以先報到。每日都要训练学员找出自己的名牌，此时会说：找出自己的名牌，把名牌挂起来。簽出自己的名牌，攞名牌掛起來。簽出自己的名牌，攞名牌掛起來。接着，我们来学习海陆腔调。早晨，接驳车抵达日照中心门口，照护员会亲切地问候学员，关心大家的行车安全，会说：遇到塞车要慢慢开车，安全最重要。堵到測查可以慢慢的駛，安全最重要。堵到測查可以慢慢的駛，安全最重要。照服员关心学员吃早餐的状况，会问学员：早餐吃了些什么呢？是粥又是豆麻粿呢？是粥又是豆麻粿呢？如果日照中心在楼上，需要搭电梯，照服员会说：我们先坐电梯上楼。你先坐天台上樓。你先坐天台上樓。照服员提醒学员每日的报到程序会说：进教室后要先报到。入教室後會先報到。入教室後會先報到。每日都要训练学员找出自己的名牌，
此时会说：找出自己的名牌，把名牌挂起来。青春一届名牌，老名牌挂起来。青春一届名牌，老名牌挂起来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教学内容，大家记得多看几遍，认真练习哦。